另外，伫屏东西雅乡台九线442公里的所在，伫车牌时阵也来发生交通事故。这是一台货车伫双黄线超车，结果无细力启动着一台重型的奥多摆。这货车驾驶甲骑机车的双方呢是现场安尼起冤家。这车友是甲影片放去网络顶头，电导佮引起这网友呢针对着警方做纠察的这个停事，敢是无确实的证据。 几落台重型奥多摆车顶要起步，向一台货车对后壁驶来，就弄倒停伫上头前的奥多摆。姓施的查甫人机车倒去，人跋倒侧伤。货车的驾驶把车驶到路边停，一落车。我跟你一起骂我干嘛？对起来，对起来！我骂你，你就中了，对不对？在超过为什么要骂我呢？啊，那里有线吗？那里没有线呐、大家都这样子骑。 那里就没有线，你这里有线呢。我没有超，我要转。那你双黄跨越双黄线，你怎么会在我左边？你在我后面，你怎么在我左边撞我？代志发生伫车八早起8点外，西雅乡台九线442公里的所在，大约20台重型奥多摆烧酒佚佗，结果发生车祸。原本单纯的事件，就因为驶出的货车驾驶一落车就大声问啥人夹骂，引起双方的争论。 后来车友把事发的影片放伫社群面顶，嘛有网友质疑警方对货车驾驶做纠察的动作，敢若无解确实。有关民众质疑远景实施酒测程序有疑义的部分，经检视远景的密录器过程均符合警政署所颁定的取缔酒后驾车作业程序。我们也是正常行驶，那到达路口的时候，它发生碰撞，当下也是破坏现场，直接停在路边。那 第一时间是下车，直接询问我们说我们是哪一个人呛瞎他。那个外环道那个地方哦，他们好像用挑衅的给我了，他一直追那个，我都一直看我，好像说什么事情了。车子的流量太大，我这车子先开走了。 货车驾驶表示，伊只是要倒弯，无注意去弄到机车，是伊的唔对。同行机车车友杨先生讲，针对实施酒测的过程，因已经向警方申诉。后续等结果出来，警方嘛讲双黄线禁止超车，且民众爱遵守交通规矩。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